母亲节就要到来，华山基金会安南里站所服务的女性长辈，真侪人子女无伫咧身边，也则是忙顾，真少有机会会当过节，心中难免的遗憾。对此，安南里站站长杨富宏特别为这老妈妈筹备一场母亲节活动，邀请到山竹鸟乐团来到现场，甲长辈分享一条条台语老歌。做代志认真负责，亲像长辈信念杨站长，也亲自上台献唱。真正服务足好诶，亲切啦，足好诶，非常好诶啦。感觉吼足快乐诶安尼啊。啊，敢有足久无听歌？毋捌听你唱歌啦。毋捌听到阿凤个唱歌，囡仔凑一厝啦，唱得真好，甲鼓励一下。你服务真好啦。啊，拢惊人枵着啦。哎啦，伊拢嘛去阮遐，拢送物件去互阮啊。除了老歌演唱，基金会也为每一位老妈妈准备了康乃馨花蕊，邀请长期支持基金会身心人士以及团体参与活动。当中有山竹鸟乐团、拥抱生命团队郭贤君、文平、救国团台南服务队林秋兰，以及社会局督导杨义宏等人，做伙为这群华山的老妈妈献花。阿妈们，祝福阿妈母亲节快乐，谢谢。华山基金会这样办的一个关怀我们这个弱势的老人的这个一个母亲节提前的活动，然后也用我们的专长，用我们最专长的音乐来唱歌，来温暖所有在场所有阿嬷他们的心。社会上有许多的弱势团队是需要很多的善心人士一起来帮助的。那我觉得一个人活着，最重要的信念就是爱。华山基金会安南里站在地服务满4天，陪伴将近130位失能、失智、失医的长辈度过无依无伴的日子。好在社会上有真侪有爱心的人，共同加入关怀行列，协助基金会，这也让站长杨富宏非常感恩。请咱山竹鸟乐团来唱台语老歌来互因听，大家快乐一下。嘛感谢社会各界对咱的支持，甲继续的帮忙，咱才有法度继续服务。华山基金会在全国各地总共成立400个爱心天使站，服务将近3万名长辈，免费提供年济关怀、陪同就医、物资发送等服务。基金会嘛欢迎有爱心的朋友做伙加入关怀长辈行列。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